有民眾是帶囡仔去到中華園林的這廚房公園來佚佗，結果這囡仔的手呢，煞互鐵棒甲燙到。市公所是表示講，這公園自本就有說使用的告示牌，未來會閣針對着熱傷害的部分來增加提醒的牌仔。囡仔人的手着傷，膏藥啊包起來。有民眾佇網絡社群答文表示，帶囡仔去中華園林的廚房公園佚佗，結果囡仔的手無細膩，去互鐵棒燙着傷。實際來到公園，用鐵棒做的廚房設施，佇大一頭骹有影拍甲燒燙燙，其他民眾嘛認為確實有危險性。天氣熱啊，迄個燙傷的，迄個好，一寡算金屬的物件會發熱啊。日頭啊，滅着迄氣攏拍啊碰拍，安尼大人嘛會碰拍，個囡仔迄家己愛注意啦。園林市公所表示，這個公園是設計予廚房運動來使用的。公園內有採相關的使用說明告示牌，12歲以下的囡仔愛有家長陪，耍廚房設施就愛穿護具才會當使用。公所表示會來重視民眾燙到的這盞意外，打算增加提醒熱傷害的安全警示。我們滑板場就是供滑板運動使用，那我們也在場域內有相關的標示。那因為目前滑板設備的這個鐵板的表面的溫度較高，之後也會張貼警語來另外再提醒民眾來注意我們表面高溫的這個狀況。最近台灣各地頭攏熱翕翕，有袂少公園其實攏無熱這個所在。遊樂設施予日頭拍甲燒燙燙，就有家長建議除了告示牌，公園內嘛會當設電子的導針，予民眾知影溫度偌懸，降低囡仔燙到意外。記者楊淑晴綜合報道。